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恒生大學。校園發展及管理處一直致力將大學打造成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校園，為大學建立唔同嘅綠色建築同設施，令大家可以喺一個舒適同健康嘅環境下學習同生活。你哋喺香港恒生大學可以見到好多綠化設施，包括平台花園嘅樹木、天台嘅草地，同埋會見到各式各樣嘅生物喺學校出現。另外，我哋喺李兆基綜合大樓嘅天台上邊有一個有機農莊，嗰度有33塊田俾老師同同學使用。佢哋可以使用學校提供嘅園藝工具、有機肥料去種植農作物，希望佢哋可以種得開心、食得開心，體驗做農夫嘅樂趣。打從2012年起，喺恒生大學相繼落成嘅5座大樓，全部都獲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頒發綠建環評最高級別嘅白金認證，肯定咗大學喺保護環境及推行可持續校園方面嘅努力。期間，大學更因為廣泛咁選用咗竹，一種快速可再生物料，作為建築同家居材料，成為咗香港嘅君子大學。大學好清楚可再生能源有幾重要，所以喺後期起好嘅大樓天台全部都裝咗太陽能板，加上大學個位置得天獨厚，陽光充足，每年嘅太陽能發電量有成6萬度電，夠晒15個3房家庭用足1年。大學有部分設施都可以俾師生親身體驗到節約用電、用水，例如裝有感應器嘅樓梯燈、扶手電梯同水龍頭，亦都可以見到採用天然光嘅地方或者建築劇片，呢啲都可以幫手減少使用電燈或者冷氣嘅用電量。另外，為咗減低傳統私家車產生嘅碳排放，大學於過去2年先後引入咗5個電動車充電器，同時亦都安放咗充電線，希望可以鼓勵揸車職員使用電動車。我哋部門除咗係認證同節能方面之外，亦都好着重綠化嘅工作。我哋園藝部會將收樹嘅枯枝或者斷枝，同埋打草後收集好嘅草穗放入碎枝機入面，攪碎之後嘅廢料就會放入堆肥箱，再加入泥土，經過3個月化學反應製成堆肥，然後放入我哋校園嘅花盆或者花槽。由於堆肥可以改善泥土嘅質素，從而可以令到植物更加健康生長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好支持推廣一般垃圾嘅回收。除咗3色回收桶之外，大家亦都可以使用環保署提供既智能回收機，邊回收邊儲上。校園發展及管理處會繼續為校園環境作出努力，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合作，一齊打造一個安全同可持續發展嘅校園。